李明姐，来。明姐，歡迎大家參加今本日嘅音樂會。Ladies and gentlemen, welcome to my music party。今本日我老大家準備嘅係四季維瓦蒂蟋蟀大樂團，掌聲鼓勵！噔噔噔噔。吹你个球啊！哈口往前冲，直到人生密码给。松绑一条虫。相信自家无路用，莫冲就莫放。当当当当，嘿哈口中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口中爱老爱高松。当当当当，莫汹涌，当当当当，眼跳的浪。在心中，夜间盼夜梦，冬月松树一种果，看天不迷蒙，大饱了七家等一步。偏就莫烦，当当当当，嘿哈口中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口中错老错高错，当当当当，嘿哈口中，当当当当，嘿松口中爱留洒在心中，and 跟他走。好，弄的喏，佢唔想松科，悄悄为嘛该唔想来松科？玉涵阿姨说要把茶园改成民宿，要利用日移民清末海，我带佢来松科，佢手无欢喜啊。巧巧，今天来上学的时候，在路上有看到什么虫虫吗？黑灰蜻蜓，费用迷耶，灰黑蜻蜓它长什么样子啊？老师不知道哎，你可以画给我看吗？那我们来拿图画纸好不好？那我们把蜻蜓画完，就一起去教室上课好吗？你最乖了。读得唔较强。无啦。错个，你唔迄拄好出去无限，通讲唔倒穿目该哦，穿去研究的题目。讲笑，题目手里啊，就笑啦。巧巧就拜托你，感谢你。好啦，生意到位哦。拜拜。奖嘞。
安哥，安哥，来啦！明明姐，无限两人的，去聊一下啦。有事情无限，就唔是去想好搞嘅问题，没动好嘿。明姐，你最近唔想转移好搞哦？怎讲啦？好啦，搞不完，要动宠谁哦，就搞不完。许瑞成，真正的男人，你看。明姐，天送来变好诶。嘅水龙头嘅水价出枪无？出哦。唔记得咧吼，你出。明姐，聊一下啦。唔系讲从这就搞滚你嘿，用按键去开诶。哦，明姐，你有谈过休息是为了走更长远的路啊？歹势哦，家庭主妇无好了，好冇？不过人家他唔系家庭主妇啊，系名校的员工。好了，聊一下。做对哦，10分钟。嗯。不，又很啊！學姐很愛嚟玩頭海，好跳水嘛哈。阿媽媽，還有些還忙做題。見不你嘅些做題嚟啦。瑞成學長，玉涵阿姨愛破民宿宣傳影片，愛忙上到好 idea，亮啥討論一下好嗎？哦，我爸嘞，中了沒有？好忙啊，用啊。哦，去那些屋棚。哎，给人在宣傳影片嘞。唔係講我去看棚誒，要老硬送俾你睇，等你鬧。很電腦。冇啦。你研究題目點樣用？還冇想好啊！做我們敢做的有這種態度。你睇啊，我要判哪一本嘢啊？哦。哎，語言哦。像你也要逢人哦，喺紅度默嘅朋友嘅功夫。先生，我有想到一隻博士論文題目哦，唔同款啊，迄個做得哦，唔免本愛只講博士好冇？看看啊，我想做7歲的球哦，我想證明哦，第一擺球的突腳哦，很咩上，未必以後大擺很咩上，很較用力。學成，讀博士沒修太一個昆蟲採集課呢。球哦，唔講迄嘛嘅突腳呀，你研究漢字呢，參考過相關資料嘛？
都讲啦，一种简单的题目，强怕请求之前手已经做过咧，你嘛个先去论点。先生，我有想过一个题目，是昆虫与植物之间的通序关系。莫拿以面嘅题目来用。陈冠强，研究者轻重要嘅，就发现问题嘅能力。莫上，要规在昆虫世界度，你一时嘅问题出没。未来还有嘛个？博士资格考。 全国性学术研讨会、教师生等，以後大學期你還會搞一篇新嘅論文。到啞鈴，你嘅簡單嘅題目都想唔出來，我實在看唔出，你要想一行學術一條路啊！洪先生，辛苦誒，有識用嘅啦。啊，安這些。錯啦，洪先生，按早上去討論過，我講嘅生紙冇衝客家歌，係事情知道用嘅。 好啊，我喺講用。幾個吃看呢？事情啊，哎呀，冇事情啊。 記到去哪呢？咁真件做的，小屁乜嘅？爭踢館呢？出冇一個呀？ 我想不出來，我想不出來啊！陳國強，你到底在講乜街啊？嚟到一下就係冇目標誒，咩冇用嘅啊？想唔到用嘅啊？6年呢？6年呢？我想不出來啊！ 陳太太，安排好，我應該陳太太，希望明後就好。好啊，咁希望希望唐先生，很落嘅超好啊，希望要做得同星爺傾下，希望湊埋。湊埋。咪好，家下對冠強個安全嘅話，希望唔好怪意啊。阿志剛好，我做1、3年嘅先生，你做很貼不成功嘅心情，我就了解啦。做1、3年嘅教書，你就會安樣嘅。一講到研究嘅事情，就想唔開嘅怪票，想改咩改唔停。也今年要準備要退休咧，還希望請到接班人。我強會做得，我相信佢啊。還記得，還記得。還記得你，還記得，還記得，還記得你。咩曉得唱啊？你條歌真好聽啊！係啊。頭擺給你，頭擺給你，無邊匆匆，無邊匆匆，頭擺給你。 頭擺給你，愛看你做把戲，愛看你做把戲，頭擺給你，頭擺給你。
好，就从这里开始。这个白板呢，就像是一个饲养箱。你的博士论文想要在里面孕育出什么样的东西来呢？试试看，写下你们的初衷，看看你们想要孵化出什么样的成虫。我只能帮你们到这里。聽天來，係咪上5年啊？那都還有動到時間好上。不過係冇時間呢。關強，你睇，風起來啦，好風嚟啦！瑞生先生，夾夾風起來啦！有八卦，唔通？哦，就老陳強用啊，沒有阿姨咁愛喝糖啊。哎呦，冇強用，唔通清楚？好友，你聽到無？慢點講啊，唔會唱啊。你等來啊！留白給你，莫變匆匆，莫變匆匆，留白給你，留白給你，為雜把送給你。還記得。還記得你，還記得，還記得，還記得你，留白給你，莫變匆匆。安怎做啊？去數東西啊，菜少會來的。當奇怪呢，就了都好好，做嘛叫人就走啊？阿喬，廿四阿姨吼，今日想搶人嘛強用吼，多兩單吼，做嚟請你介吼，你強下衝過啦，咁乜做得走呢？衝乜嘅過啊？你喺用啊？媽，阿姨，論文題目我要好好想啊。我就唔是因為愛手留啲呀哈。那你都唔是小恩，半天時間你都在度啊？迄個30號係自己留下來啦。係啦，佢唐先生吼講今晚就唱歌了，我哋就會參加吼歌唱比賽，教師杯哦，將會做得走呢。錯啊，一片哦，反金暗獎，空虛暗後，我要成日哦，提辦暗上去談戀愛呢。談戀愛？我就留下來，係因為愛，因為比賽，還係因為欣賞啊。你吃醋哦？有啊，這是東西啊。我哋就行到唱歌咧，喂，鬼冇嘛？去外面衝狗啊！媽，唔正經，我老先生約會哦。迄唐先生你以後，等下出行聊聊啊，有嘛唔好？什麼人不選臭螳螂？媽，走過來。你做按無禮貌，按個唐先生。阿弟，你最乖，冇客人吼。媽，佢係我嘅先生。
发音唔较对，草丝还迄。你踮做放心啦，加这两君子哦，唔因为爱关系，影响到你对你看法啦，哈。随便你们啦。哎。因为有成功无？你抢命啊！万年成功要免结结咧。无想到美好阿姨要中意臭妈的亚型诶，臭妈的哦，亚歹难过没人关哦。做题哦，就唔是按上网请题目的啊。乜个意思啊？我老记松本臭妈，怎么不是呢？看乜解啊？哎，没亚在意思。我喺讲唔亚哈，其非含较太啊。你含讲？唔该啊，兔哥肚皮耶。哦，坐等。哦。臭妈个啊！这么开有重色轻体啦！真对好冇？老兔叫吃体，你冇办法主动记到求我啊！喂，那迄个约飞，你想看啊？冇听说记到求我约飞，怎会发现难强下啊？对啊，就像人山楂，连强用啊，有那一摆有好结果啊。想到就知道那昆虫那命啊，人生的悲剧。错，点灯。唔会查，我会破坏其中啥感情，点灯就错诶，保证好势。还记得，还记得，还记得你，还记得，还记得，还记得你。头白给你，无边匆匆。头白给你，爱看你走把戏。头白给你，还记得，还记得你。会错哦。走啊！啊，走！哎，还有准备哦。来。撩一下，撩一下，来七个泡的哦，是普通茶，清爽润喉。俺晓得了。哎呀，哎呦，多好追。这个真好啉呢。冷饮哈。哎，唔想爱还较了解爱条的欣赏。做乜个啊？就爱对昆虫的一观察，点灯还清楚地了解昆虫的生来个风色咯，浪不浪漫，虚不虚实？哦，一摆就对。点灯，唔讲迄尾伫尾拄拜神，踮个光明殿哦。对，唔系啦，来讲的点灯哦，追闪风，然后伊在拍杯打开来，用一拍天火长电。各位，用药的还有动这样一种，就会在天父面前碰碰壁，很强哦。唔上头呢，吼，天窗也铺溜到动作飞麦哈。哎呦。是啦。你是讲游泳哎？给米来哦。哎呀，是啦，要给看下来啊？对啊，冇听我哋啊，系咩？好啦。
臭妈你去骗！希望许瑞成这出不会烂主意，要管迄豆芽梅呢。你出去注意哦，那还唔拉毛就没许瑞成呢。不过要拜出来拉毛，这样做对啊，也很凶的到很靠欧白又非讽刺了。先生，关桥，上道题目那个人就讲，唔免啦，我向老先生讲，阿妹当上伫昆虫内伫做物件，然后佢讲过电灯，佢像动物兴起。电灯啊？先生，就迄电灯，我其他放射做咧表现出人昆虫内专业的。再讲讲，电灯那是一种冒险啊，做对本人感受到紧张、神奇、上手上到的冒险。简单讲，就是浪漫。浪漫。迄名号的意思啊？好啊，关桥，你也没讲，来进来。好。哇，螳螂大侠哎！哎呦哦，啊，做到安排条啊，木匠都弯的啊。没有啊。还没啊哦。好嘞，好好去了，唔好按做转哈。来，哎。啊，你好。啊，来。什么？看起来比较很认真呢。什么？妈，早点回来哦。唔好按做转啊！那个是按唔按做转啊？做唔得。了啊。用个啥？等一块那么。小朋友，唔是啦，无一叫哦，唔就会看到伢妹看戏露面的照转来，无洗妹哦都会叫点灯啊。好嘞好嘞。下班，臭妈的听说不会 out。我看开灯都天公呢。啊，今年哦。海珍您知道同欣赏老美好阿姨懂的，对。有可能哦。就栖地习性、老生物需求来看，迄有着会脱离。讲的迄是两啥除了好教的现状，好教书、好灭杀学生的，还有懂得给请第二人生。Stop OK， 我脱离，好不好？啊，有听得到？妈，没事吼。用一下张纸来。
又不会有事啦。佮迄三道吼，正经亲奖啊，唔盼得转来啦。阿强爸，你吼，侬要好好照顾佢啦。迄正经死的吼，怎来做标本啊？吼，亲奖吼。哦，黄暴天蚕儿，阿姨，唔免爱开始收集标本哦。无啦，佮因为吼，今暝你亲特别，还想要留下来做纪念啦。阿姨，爱纪念嘛该啊？哎，禁止遐想哦。阿强，你都好好照顾佢啦，我做唔紧他哦。吼，你太假吼，我坐低休息哈，拜拜。阿姨晚安，拜拜。学成，恭喜啊！要不要有500？100%的500。太太，唔免遐啊，七家栋楼开的，拜托。不过错卖哦，色彩很厉害哦。然后输甜甜的。你脸无汗哦？阿姨，啊，哎，哦，还在车来无？对对哦，人拢讲哦，闻风辣风灯的哦，迄准批朋友常说的，庆期庆祥哦。不过我要先切开来，不用多你心痛哦，这样做得气通通。唔唔，挨抢挨个助手来做门款。好啊。那你跟人家助手？啊，好啦，助教。老幺，老婆阿姨。妈，是第一家啦，爱闪闪，最有实务经验，知晓啦，情商不会当掉我们风群管理学啦。嘛，建议你得吼多多请候，莫请认真。那迄唔要笑啦，公布去同事上。我嘛知道这个做吼，太有心。原本你吼爱点灯哦，然后做来捧同咖啡，我同事上。妈，你根本你还会去点灯哦？对啊，你要请好没？以前没吃到请好搞，我还吃到某意某司，不过1个100哈。这个请好。哎，你很七回啊？切的话切中庸，给拿出喽，好，哎，先好了，好。妈，拜拜。雨萍姐，要呢？你看事情太跳诶，妈诶完全唔出讲诶，老记错诶。挨无喊，这批。哦。唔免唔出爱哦，要在小天地的求偶行为，斗天大的委屈。哎，不会哪过来？哎，要系虫诶，生死存亡的关键呢，唔用买暗人血。两手体怎有翻好食？要在系你生死存亡的关键，你做事啦。云姐，你对昆虫求偶无兴趣，给对人类求偶嘞？都带上过嘛该？阿朱，臭妈的老美好阿姨凶他，你真嘅无意见哦？从昆虫到人类，你的研究范围这么广啊？好奇跟研究的第一步啊。好奇懂后啊，不过不要做过多的评论。内对家条向下无乜意見，家條快樂就好誒。哦，臭媽誒，就等於係牙巴誒，唔係？眼人數對外來講，就像牙巴。驚唔用買判斷，佢落偏唔談點愛啊？無強用啊，佢唔係老牙尾膊體，佢老尾學可以談點愛。
韩哥，阿妹迄讲爱老阿年所乡下，做出安尼做诶，因为等到一下。阿妹记啊，13年是有关的。再讲讲，恁妈妈该好唔盼得的啦。阿年所为着研究无透补养，一下迄讲做得了美好阿姨有好结果，你请好啊。哦。有样的喏。无啦，迄个阿爸老骗人谈恋爱，还可能要买老小屁强强样。那迄阿妹老娘爸咧？唔讲正经诶，阿妹爱有样啊模样啊。无啦，玉涵阿姨懂好，啊毋过。臭麻的电灯，真挺按神奇嘿！电灯迄亮暗部诶。错啊，到底有乜解无强用的啊？到底有乜解好搞诶？我唔知诶，毋过迄个就伫诶。阿边个强下啦！我呀！瑞成学长，你看起来着 ，so romantic。你老唔讲哦，我是天阳，姜哦还是老的啦。有啊，还有两个天亮。唉，唔知哦，我一设计多年哦，这样样做 ，no， 看起来，简单将迄昆虫和博士地球方面迄种专业的。慢点再个讲球，就 Q 去。差不多了，都出来了，深度帮你差不多，你也得去眼镜上啊。来。过来看我说啦。小姐，阿乔，本期3年人请一下啦。迄讲金咩唔假，我没听唔到。来，看我来试。是，好。瑞成学长，斯科纳爱吃咖泡的碰糖咖啡。哦。我是哪？我。同乡，好事哦。迄爱准批，我会帮瑞成学长说嘞呢。有汤豆么？哦，你懂都会虫哎。对。虫会比兄弟较歹嘿。
创的就会创的，唔系臭麻的，唔系硬的，唔老记得计较嘛该。哎，俺迄人唔用啥计较的，兄弟同进退。俺做这位，唔用啥还留下来，乜个意思啊？你现在哦，就像我眼不见为净听啊。也没老臭麻的，还没懂欢喜这个优惠有真差的。我教训人家，家。这么该啊？不颠哦，呀嘿，俺青葱又会求偶研究对象哎，这么该啊？我对。无希望去两啥乡下，不颠有乜该用啊？唔含迄上款啊，有乜该办法？是吧？初中朋的我用烟熏，也个我用功夫香。大众的创的手艺种了点，唔出得放白，像我廿妹改变家己想法，就清楚我想一切办法。错错，嘅廿妹唔乜该弱点，无边匆匆，头摆给你，爱看你走吧你，头摆给你，爱 carry 就。风云起，山河动，望不见君生师兄，革命中世事尽忠。陈光桥，你这么给做一个身上？妈，你讲俺迄太后神，就会去做兵的。俺唔记得，俺爸穿上军服，迄唔系就一件用的。阿强，你系唔系同妈妈讲嘛？俺弟兄，阿爸离开嘅时节，迄咩去老爱也好强用，对你放心不下。俺也哈冇办法安心，因为俺知道你会做出唔错嘅决定。阿强，你系咪知道妈妈做唔错嘅？阿强，你没有注意过我的感受吗？你们真的了解我吗？阿强，阿强。因为呢，没事啦，没事，没事，你会整理东西，爱离开咩？ngày lần không vô， 洗澡，用洗脸就都睇，俾到洗脸哦。
我牺牲自家来了解。我细腻的了解，要一段时间哦。我想讲，细腻慢慢的睇，佢自家会知。可能来结天，真嘅係做唔錯嘅。哎呦，人都幾多歲嘅人啊？幸福來嘅時間，愛把握，歡喜就好，冇乜嘅錯唔錯呀。我建議哦，你自家要佢講清楚，佢會了解嘅。Hello, my son, give me a hand. 快！爸，你要拜用我去研究啊？我老老輩啊，所有嘅捧廚嘅曬落來，我也拜上去做三郎捧頭。哎，關強，你同我聽書留嘅老輩 Q 嘅捧廚啊，全部曬落來啊！哎呦，見樣啊，用邊嘢嚟樣啊？佢哦，本無想到嘅錯誤行為，減到，會輸驚。都好難怪啦，先生，這邊你嘅捧同咖啡，咪是以前冇嘛共用嘅。唔該，捧出過你有招不來嘛？係咪真啱嘛嘅變數啊？喂，坐嘛，等下。唔係咪要講牙拉嘢，唔曉得樣嚟做，要當佢入風傳管理學係嘛？我係想去問佢，先生，我希望唔好捱冬天。估數呢？你想去講乜嘅？我希望唔好，我係咪強下？你想用人嘅前途，揾人嘅未來啊？冇錯，冇好揾。人嘅前途，同人嘅未來冇關係。我係要好好想一下，我研究題目要做乜嘅？人們用決定，佢家嘅自由，望人做啲影響，包括。我猜呢？爸，你一波嘅目的啊 ，lost so much。English 有進步啊！拜託。阿強，喊你上車冇？啊，我發現太后頭6年，腦袋也是空空的，就像廢棄的白蟻窩一樣。乜事情吼都要做，才會知啦。媽，我唔想讀博士，唔想做學者。唔講係正經嘅，一條沙傾係。退休生活對你來講係天意嘛界。冇想過吼，將還有啥時間都可以做欣賞誒。也越來越老，
唔翕相，我无办法嘞。妈，唔通按翕相啊？俺哪有翕相？俺教书都教到30几年嘞。俺轮两个阿姨吼，结天嘞，叫我退休啦。叫我退休？俺无想过老阿姨要退休。受雇者因年长，服务年资到了，还有个人规划等原因，就会退离他现在的职场。伫词典地背，你爱家己听伊，无透过吼。佮地背吼，对查到退休了24，不过无办法查到。退休生法的定义何解？我有点紧张。那太阿姨吼，想开美术教室，继续授学生的。那谢阿姨有头好伫棒球队做马主任，做安排去买头路走。我迄高几年的，还出来做马界。做得搞作文啊。我都无想要做马个造句选词、连缀文章。阿乔，你知道对方头路的退休，迄毋迄前20年头路的开始。我头摆都喺周先生教书，不过童先生拢来讲，退休的生法无应该喺安样呢。退休生法喺充电嘅退休。还有过审法啦，也不论讲安度，都要本地，伫任何的时间、地方，都要寻到最好的审法，最好的人生。跟唐朗元谈恋爱，迄唔该最后跟沈发。佮唐先生吼，都唱我的词典，佢讲我吼，要让我寻到快乐。还阁享受音乐，还有料理。阿乔，留下迄让妈妈最快乐的时间。俺做的永久皮蛋啊！太戇久，那办法吼，这些年都皮蛋爱啦。是谁啊？你支持妈妈，事情。对不对？行都朝我方向，朝冇。呀，来到美好。这是个两公婆。阿强，我对你很认真嘅。初恋，出度亚索。了心都嘅伤，讲惨惨的用你的呀，笑眯眯嘅碰碰的呀。落水嘅皮痛，怪人袂得讲，嘅爱路必破，动物样了嘅事，希望嘅动词。
一撮撮，两三三的船叶了，心拄过。